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宜兰的苏澳渔会推出着中秋节的礼盒，有白虾、透抽等等8种高级的海产。事先来注文，一盒只要1480块。另外，宜兰的价格用三星葱来做的月饼，玩啊真抢气。用真紧的速度包啊，月饼就做好啊！中秋节是规家伙仔团圆的日子，不过对宜兰家家的受刑人来讲，敢若会使把这个愿望包入去月饼内底。学起来就是将来出去的时候，搞不好可以开个小摊位啊。虽然是伫家家内底，不过用料是真实在。不管是葱仔酥，还是咖喱口味的点心，拢真好食。吃得出来它是真材实料，然后它的那个油脂的猪油的油脂香气跟咖喱粉非常搭。拄烘好的虾啊，食起来真软 Q， 是中秋烘肉一定爱传的。虽然今年虾的数量比去年佫较少，不过苏澳渔会也是塞着时的海产礼盒，有巴郎、花灰，还佫有透抽，真澎湃。去年对照差了一半，鱼肉量差了一半，但是我们还是依照去年的价格，差不多拢是成本的计数，大盒1680块。若是即马注文，敢若爱1480，限量1500盒，会真受到大家欢迎。